試合で10分倒れで走塁でもう最後だと思いますか？普通の戦術として上个礼拜的比赛，いいピッチャーを打つのは難しいん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戦術を取るっていうのは点を取るためには必要なことであって。他说就是为了要得分，所以上个礼拜的投手都不错的。盗塁っていうのはピッチャーとキャッチャーの共同作業である。就是到了这个方面，就是投捕手的工作。大体の責任の割合としたらピッチャーが8割でキャッチャーが2割。就是投捕之间的分配比就是8成是投手，2成是捕手。だからそこがやっぱり隙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就是我们投手自己也没有准备，所以他们会跑。因为昨天第一球就出手，哇，不太妙，游击传2垒，再往1垒送 ，double play， 双杀守备。不过这边郝磊教练说要来看电视，挑战一下。而且林金凯的脚程也是很快。再来看一下1垒这边，哇，那这样可能就会改判了。好，看起来应该是有结果喽。最后的判决结果是1垒，改判成功。应该是一出局。那刚刚原本在1垒的3垒的跑者就回来。有抓到。再来看一次。我今天同时2个电视辅助判决都花在林金凯身上了。原本以为这个打击可能会有战术，没想到第一颗就来了。刘一成教练告诉李月炳总教练，这盖的冷盖拢用料，这个真的看得稍微久了一点。哇，改判！同一时间厉害呀！连续2次启动电视辅助判决都挑战成功，所以林敬凯是一个盗垒成功。古林瑞阳在今年的第3场出赛，目前是1胜0败的成绩。总计2场比赛投了7局 ，WHIP 2.14是偏高啊，防御率6.43也是稍微多了一点。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他的4坏球保送投的比较多一点。这一球擦棒被捕，所以152公里的速球啊，回棒落空。结果高国林也是跟刚刚张冠廷类似的球路啊，遭到了3振。对，就只有看球数，后面就撤出这样在撤啊。对，哇，这球出棒过半没有问题了，完全被引诱到刹不住车。想想中间用过多少游击手，那林伟恩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边看到王振堂挥空遭到3振，可能球路都雷同哦。这一球进来了，主审拉掉了李宗贤，李宗贤摇摇头。回棒落空，申浩伟今天吞了2K。哇，高角度来追打，结果呢，挥棒落空，王振堂遭到3振。哇，这一球完全被他的这个速球，而且高角度啊，给完全忍不住了。挥棒落空，结果张冠廷再一次的被3振，今天第2次领到老 K。所以今天既然徐若曦出来，蒋少红就辛苦一点。这个变化球掉中了打击的高国林，还是要非常小心啊。回棒落空，徐若曦标出了今天的第2K。进垒点要够刁钻啊！哇，像这球就非常的精彩，内角150公里 K 掉了林哲轩。这个球 high fastball 挥棒落空，打击的王正堂遭到了3振。变化球过来，主审直接拉弓箭，徐若曦再飙1K。2号球没有坏球，这个球挥棒落空，徐若曦飙出了这场比赛的第6K。挥棒落空，徐若曦再飙1K，这场比赛第7K 出现了，3.1局7K， 哇，再补1K， 149公里，今天的第8次3振，第9K 应该要到手啊。好球，没关系，马上补回来。这个发球投得漂亮啊！徐若曦用变化球让申浩伟拿香领老 K， 回棒落空，擦棒被捕
150公里的速球，哇！今天徐若曦第10K 出现了，真的不容易啊！哦，哇！太棒了，但是其实球到了。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哦，这边是直接把145。这球内野的滚地球，游击方向，游击手接到，哇，是山垒来补啊！哎呦，哇，哎有，还是有踩到啊！哇，但是又拉到了。哦，朱祥林，这个还踩得到吗？哦，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哇，跑得不太够，应该多跑个半步。嗯，哇，这个有踩到啊，厉害了。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哇，延伸到最极限了。嗯。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该不会主审觉得没有踩到吗？7局之后，哦，是主审自己要看，厚一点点啊。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我自己觉得啦，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好，这边电视辅助判决 ，out 哦，没有问题。经过第2次的确认，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还没。哇，脚尖，一直跟在，哇，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了。哇，这要请个宵夜。哎，这边叶总上来。这边有点火爆。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out的判决吗？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哇，还是不满主审来做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就尽量不要再。通常抗议的话，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因为已经去看了。但最后判决是out啊。对啊，是对魏全龙有利，可是他觉得，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哦，在休息室。是有丢头盔进来哦，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你观察，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全有利了，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哦，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表给丢出去了。
大家讲讲，不行了，不行。好，我们第一场比赛。